係佢嗰啲兄弟同我講嘅，佢係灌醉啲明星，然後叫啲舞獅輪流上嘅。呢個人係會灌醉咗佢之後，益啲兄弟嘅。呢個係冇人格到咁樣嘅，呢個係。女仔啊，有個女明星，我唔好講佢個名啦。嗰個女仔就冇俾佢上到嘅，我話俾你聽。咁咧就去沙漠度拍片，你哋自己估係邊個啦？咁嗰晚咧就半夜咧，成龍走咗入去個沙漠度咧強佢喎。但係咧其實你知要強姦一個女人咧就好難。結果咧就俾佢掙扎走甩咗出嚟。你出嚟你知唔知點啊？原來出邊伏緊幾十人喺度裝緊佢，佢叫晒成班兄弟嚟去睇佢點樣強姦嘅。呢個係。歡迎大家嚟到苗疆愛填詞，請俾個 like 留個言 share 我嘅片，同時可以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由於 YouTube 對二次創作嘅規限，我呢個 channel 舊曲新詞創作嘅模式要生存其實好困難，換句話講係唔能夠透過廣告獲取任何嘅利潤，而 Superfans 亦都被停止使用。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呢個 channel 嘅，可以用 PayMe 或者支付寶掃一掃 QR code， 亦都可以經銀行過數。我嘅動力有賴你哋嘅支持。